內置上堂專用 AI，小米推出 Redmi Pad 2 Pro 落學版，成個配套專俾學生用。小米近日喺中國推出全新嘅平板產品 Redmi Pad 2 Pro 落學版，呢款平板唔算全新，但係變為落學版，其實正式進軍校園，內置老師同學生都用得着嘅 AI 功能。唔知道香港教育局有冇興趣引入香港校園呢？小米 Redmi Pad 2 Pro 其實喺2025年嘅9月已經推出，佢採用12.1寸 2.5K 高清螢幕，支援120Hz 嘅更新率，並且配備高通 S7S Gen 4處理器同埋12000支 mAh 大容量電池。呢一個落學版嘅版本延續標準版嘅硬體規格，但係喺外觀同埋軟體功能上面進行咗專門嘅改進，強調學習場景嘅使用體驗。Redmi Pad 2 Pro 落學版延續前代產品嘅硬體基礎，具備8GB記憶體同埋128GB嘅儲存空間，支援33W嘅有線快充，並且具備27W嘅反向充電功能，可為其他嘅裝置供電。螢幕採用霧面玻璃，有效咁減少反光，有助於長時間嘅學習使用。除此之外，產品附贈防摔保護殼同埋觸控筆，保護殼配備卡扣、筆槽同埋可摺疊嘅支架設計，提升學習嘅時候嘅便利性。而喺軟體方面，小米特別強化教育功能，內建 AI 教師系統，支援實時互動問答，協助學生理解課業嘅內容。另一項核心嘅功能係一鍵功課批改，透過簡化嘅操作，即時可以簡單咁檢查功課，提供反饋，並且指出需要加強嘅學習重點。除此之外，用戶可以享受3年小米教育中心嘅訂閱服務，涵蓋教科書超過15萬堂嘅課程同埋結構化嘅學習計劃。Redmi Pad 2 Pro 落學版定價係人民幣2699，較標準版嘅1799高出明顯嘅價差，主要係反映佢嘅專屬配件同埋教育服務嘅附加價值。